今日試下兩隻人氣韓國胭脂品牌 Lily by Red 同 Fashion。首先係 Lily by Red 呢隻6號色，質地係輕盈絲滑粉末質地，佢係粉嫩嘅珊瑚色，係由入邊透出嚟嘅自然血色感。呢款比較適合偏白嘅皮膚，或者用佢做膨脹色。中意淡妝藝術顏妝感嘅話，都會好適合。跟住就係 Fashion，質地係超濕潤又冇感，第一次用嘅時候咧已經愛上咗佢啊！6號色咧係更加實色嘅暖調蜜桃色，用手指試色嘅時候已經覺得非常之滑，上面嘅附着力亦都好好。呢個色號咧係對黃皮膚友好啦，可以修飾到暗沉，令成個妝容咧望落更加乾淨又有精神。再嚟咧係 Fashion 嘅12號色，係一個低飽和度嘅煙燻玫瑰色，佢係比較大啲冷調嘅，增加到冷白皮膚嘅透明感啦。如果係中性皮膚或者橄欖調嘅皮膚嚟講呢，就會顯得好溫柔又有氣質啦。兩個品牌用落呢，其實我自己會中意 Fashion 多啲啊，質地呢相對係柔滑滋潤又貼膚，乾肌用佢都唔怕顯紋，完全唔會棘粉。而 Lily by Red 呢，用手推嘅時候呢，就會帶有阻力啦。上面呢，如果用量多少少嘅話呢，都會有啲顯紋。講多句，我通常呢會係用手拎咗啲出嚟，再用手指粉撲上面。嚟個總結，如果你想要自然血色感呢，就可以揀 Lily by Red 6號色；想要元氣蜜桃妝效呢，就可以試下 Fashion 嘅6號色。中意低調溫柔又帶啲個性嘅煙燻玫瑰色呢，就絕對可以揀 Fashion 嘅12號色啦。呢3款呢都係屬於唔易失手嘅日常百搭之選啦。